咱台湾选手看煞，咱即摆来看运动比赛场馆。即届巴黎奥运，巴黎是真环保，因为超过90%的运动场馆拢是现有的，因无阁起新的，而且阁规划加将这比赛结合巴黎地标和历史遗迹。Même si je prenais un très mauvais départ en Syrie。 即摆跑道用球仔色，互人想到南法有名的婚纱草。毋过其实会选择即个色是经过测试，最后发现球仔色伫视觉顶悬效果真好。选手伫内底对球上好的表现真有画面。Ils ont tous la banane, ils ont le sourire jusqu'aux oreilles. Ils se rendent à peine compte que ce sont peut-être les premiers qui ont franchi la ligne d'arrivée et qui ont utilisé les plateaux dans ce stade de France. 巴黎奥运将环保用于规个赛会，而且看做是重要任务。以前办奥运东道主拢会去新场馆，毋过巴黎直接利用都市当中95%已经有的场馆，其他用临时起的，还有一馆都用。目标是要比伦敦奥运减少55%拖卡车。法国地理三面是山，三面是海。首都巴黎伫内陆无山坡，所以埃菲尔铁塔进前的战神广场会加做山坡排球、柔道甲小演的场地。到时阵，台湾柔道选手连金玲、尹永辉都会遮出场。伊伫法国七区广大大众公园是上受欢迎的观光景点，已经办过万国博览会1900巴黎奥运。 每年吸引世界各地2500万的游客。We have installed more than 60,000 temporary seats in the city centre of Paris. 为埃菲尔铁塔到协和广场、到凡尔赛宫，大会要互这浪漫花都伫世界有名的地标，就全球顶尖运动员表现真较活力。1775年完工的协和广场伫巴黎塞纳河正面，这北角线广场和卢浮宫上下二声大道甲凯旋门顶巴黎名胜为条例，虽是历史名胜，毋过这摆奥运会充满活力。举办成绩甲项目霹雳舞、厨房3对3篮球、甲极限脚踏车灰色赛。 On a voulu sortir le sport des stades et le mettre au cœur de la ville. Donc là, on est vraiment au cœur de la capitale. On ne pouvait pas faire plus central. 有名古迹商品园，佮叫人群园，是城市比赛场地，是路易14至17世纪下令起的安迪商战军人的建筑，佮是军事强人拿破仑的梦。巴黎军事博物馆将近50万馆藏，也是游客收藏景点。即摆将起一个临时场馆举办奥运加帕运的盛事，人群园也是马拉松的重点。 富丽凡尔赛宫每年超过700万人来参观。即摆奥运马场美术奖赛赛，甲现代5项拢伫咧占地800公顷的凡尔赛宫花园广场举行。1682年，路易14时期正做宫廷的所在地，后来佫正做法国王室中心，也理所当然有市美所在。这其实也是法国美术发展的重点之一，举办美术比赛是正适合。公视新闻，王文玲报道。